出嚟，好似我回家啦。我哋唔好俾佢停。依家有請黃校長陪同各位嘉賓到台上，同各位小朋友分享喜悅，一齊拍照留念啦！台下家長，我哋一齊俾掌聲台上嘅小朋友，為佢哋加油打氣啊！俾個心心啦，係啊！程序6禮成。今日嘅典禮喺愉快嘅氣氛之中已經圓滿結束啦。我係衷心感謝各位嘅嘉賓、校長同家長喺百忙之中抽空嚟臨我哋嘅典禮，再次祝各位身心健康、生活愉快。拜拜。